近日正在拍摄新剧的范冰冰曝光了一组剧照，照片中范冰冰仔细研读剧本，显得非常敬业。不过身着唐装的她酥胸外露，一展傲人身材，还真的是让小伙伴们有点把持不住啊。据悉，在剧中饰演武则天的范爷将少年武媚娘的自然质朴到女皇武则天的雍容华贵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尽管性感韵味十足，但还是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天乐噜武则天竟然看起了线装书，那是不是干脆省点地方给女皇盛上一台 iPad， 想必也是极好的。优酷全娱乐奥特曼整理报道。